阿里山的画家林国治过身10周年，嘉义新港的林国治美术馆即阵就展56件作品，希望透过展览，让民众了解林国治的艺术精神。介所在2行的木马坊，如今只剩6张。向大家来解说作品当中的背景甲精神，让人来认捌林国治艺术创作的风格。嘉义县新港乡的林国治美术馆，为3月28开始，以梦想做主题，展出林国治由的素描、写生、文件各共56件作品。透过这边的画展，哈，大家了解讲，老师的作品，伊的意涵是啥物？对于以后我们要做艺术教育的推动的时阵，有一个足好的一个介绍。为着要让人来了解林国治对生活美学的观察甲艺术教育的态度。林国治美术馆举办林国治过身10周年的特展，规划4个主题，有对生活甲故乡的记录，嘛有各种无同的艺术风格，希望替伊伫新港继续来传承这个精神。整个展览叫做望乡，这望的意思就是讲，咱咧望啥物代志，过来就是讲咱守望那个秀，从林国治老师的图来甲秀起来，然后会当来分享给大家。对学生做好的，而且教学生教观察加创作，而且对教育是一个足正面的一个典范。美术馆表示，透过这个展览，各种无同主题的作品，展现伊对生活甲艺术的观察，唔但会当为这当中了解林国治的一生，嘛互来美术馆看展览的人会当怀念伊对艺术教育的付出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